天气好，翻秋困出面台风，大家莫困唔错，挨里下度个起词行草，看到俩顺条安降安点情界环境，俩大要系推动人界起上强。地下业内因为公共机发展，当多个人口都占入内哦，电到对俩偏界农港环境产生破坏，所以地方政府都2年前开始推动了按照系文化景观气象咧好好保存。不过，说电到引起地方界农民的反对咧，用何为反对呢？出面台风今日咧度聊，就要求大家共下来面对面讨论。影片是开会嘅现场。开会了！好，欢迎大家听咱讲条呢，了下来到呢开会讨论嘅现场。现场本虽然讲有落水，不过大家动关心了解文化景观区到底会用个来发展，用个来规划，喊到几条嘅生活建议，然后农民嘅耕种建议到底会受到影响么？大家非常安关心哦。影片为大家紹介裏邊，體會呢紹介呢係推動人情府文化處文化自然課嘅課長胡青松胡科長好。大家好，大家好。歡迎課長。啊，體會裏邊呢，了推動人情府動關心的這議題哦，就南為嘅農業處嘅農務科的科長陳穎慧陳科長好。各位鄉親，大家早安。歡迎。兩位課長會和我哋討論到底那個文化景觀區人情府嘅同舟為係乜嘅嘢？我們鄉公所的主任秘書潘正儀，潘秘書好。各位鄉親農友，大家早。歡迎。剛才聽我講哈，了解議題都提奉紅台高東關係，我們前池上鄉的鄉長林文堂鄉長也在做，還有我們的規劃公司的執行長，我們採提嘅農業動作關心嘅村長也都來到現場。好，啱邊條個樣片對關心到底幾個事件係乜嘅嘢？ 2023年6月呢，台東池上北龍太套，因為民生經常務來也協廣告，萬記有名，一條家棟書咪印證案呢，棟書歡迎，大家韓國機器經常務書，上嘅萬記棟人客等等來到呀。最近博朗大道很紅，而且有說那一棵金城武樹，對啊，想說來看它到底是怎樣。前面有棵什麼樹吧，叫金城武樹是吧？聽說這個是拍過一支廣告出名的。 池上一個執行證認證經常務書，營業上嘅到1000到2000人生人客，到為2年還會超過1萬3人。一個傳統嘅農村，未有為一度嘅變化。它冇樹規矩啦，就是躺在路嗰咩路行啦、路東行啦。迄個捱事前啊，差不多亂七八糟，都好國家嘅當我險嘅，即係地位都起啦，都差不多一天。 幾代輪流都個塔，都個協商。傳統嘅田種客也啲嘅發展觀光，萬講之前，人客橋都擺視察落去，到日下大家騎自行車、電動車、五公車也到。唔但將農民動有感受，就連第2擺去拜訪人客，沒感受到位。有觀光當然有一些發展嘛，對，那這邊有一些整理啊，跟以前只有農村形象有一點差別啊。有時風放下。 標我也搭得好，因為風一逼啊，就這個田莊，往個田莊，好幾次那邊也有啊，但是騎單車了，就到這樣也。頭擺嘅北龍太套，可能到農民是等打田機、割禾機，萬幾辛苦嘅啲嘅做事，也出嚟看到農民3萬嘅身影，還有當日來來去去嘅人客同時冷茶。 對平常時就都有現在呢啲田種下家庭嘅一道我來嘅發力，有人講佢看到會持續嘅未來，唔過按你嘅夢想，真佢做會到係。你跳過樣片看到啦，有客吼都搞到阿蠻歡喜，因為咧風景真非常正哦。其實講到這個池上的這一帶的，從萬安啊、景園、新興村這邊看到的連綿的這種稻田美景，就係因為佢安體片。 從跳狗到里哈那種沒有視覺障礙的美景，哇，這樣子使得遊客前仆後繼的前來。其實，在20幾年前的時候，有咖啡廣告來拍，那時候有一點曝光是小紅，
到了前年呢，有飞机的形象广告来这里拍，变成大红。所以这几年短短2-3年改西建，这个因为观光的热潮而让地方产生的几乎是措手不及的一个应变哈。来看到。到200年个时间爆红，因为它过度曝光，全台湾甚至是国际哈都通通累到了细细个起上响的时间，为把什么个情况呢？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你采提杠总的农民。我们来看到简单记者整理的数据哈，一年来到60万次的观光人次的量。池上乡就这么大，那个万安区的稻田区就这么大哈，要耕作的地方有来了60万人次，怎么样容纳每个人所带来他周遭的那些物品，他们的人声喧哗，他们的行为都会再养雄都两部分。看到哦哈，人家哦走得喘气意了哈，所以这就是钱滚钱一直往上无限发展。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脚踏车跳下两片看到，累到的30件，挑狗是走农耕机的地方，现在是这个。观光用的自行车啦，或者脚踏车变成快速的成长。那我们看到随之而来的环境负面的影响很麻烦哦，农田被采、喧闹、垃圾多、乱停车。俺好去敲门哦，又把狗供田甚至还夹把供田给那个天气毒，大家都会聊偏细细推个杠种音。我要请问这些耕种的大哥大姐们哈，你丢读聊偏杠种啊，什么辛苦？面对这样子爆红之后，那么多的观光人潮，究竟在我们的耕作环境上，你们的耕作行为上，产生哪个困扰？产生什么困扰？我先请这位有杠总来抬购，系吗？河创了的千龙伊22跟应该10天啦，迄个露营啦，迄插洞冲，哎呀，叫时常插用路洞哦，啊，爱过唔知，啊过爱讲哎，遐插木用路洞哦，用爱过，去要参与。歹势哦，冇空爱啦，歹势去就从这个露营啦吼。好，现在感谢大家采购。过去呢是机车可以进来，那后来相关说很快的来地基反映，机车、轿车不能进来。可是呢，业者的自行车或者是观光客自行车还是可以进来，可是进来就塞在道上，你们要耕作、要通行都很不方便啊，样哈。对。先感谢大家采购。来，这位大哥。早有牙工，这摆有4列的去买，迄4列的哦，因得要徛，因袂晓徛啦。迄平衡很紧，因都掠袂着啦。结果。掠袂着方法，咱就请来到伊用来歪啦。歪啦，你就袂拄好，就较到落去田底啦，还是伊拢就烂啦。你说整台车掉到我们的田里面去？这嘛是有啊，吼，毋是拢无啊。啊，所以讲吼，是毋是讲家己遮业者，啊，佫卖我带上种伫这田仔底，大家造成遮困扰。是。因为阮遮百姓，大家拢总较早是安分守己，安尼快快乐乐平安去过日子啊。我较早就曾经讲过，讲迄张树啊，甲错掉，嘛是我先讲的。啊，就是讲为着将垃圾，恁爱去看处理，结果嘛无。即摆你也看，因较早有讲公所有来讲，因要有叫人来捡这垃圾嘛。结果嘛无，你也嘛是你较顶你去看，嘛是规条。伊捡的时阵捡路顶啊。迄田底伊无去甲你捡啊。那惨啊！伊无可能去叫做工过啊。好，先谢谢你。这位大哥说，农民种稻就像是照顾小孩子长大，但是他的生产环境被破坏，那个心情之糟啊，都没办法专心好好来顾田。好，我们透过农民实际经验来告诉我们说，原来这样庞大的人潮在缺乏管制的情况之下，会带来这么大的破坏，所以。我们地方，包括我们公所，还包括我们的台东县政府，立马加鞭，就看到了这样一个观光的乱象。央批都提出来讲，好，了解天 Q 安重要安湾景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良生产条件的地方，是不是赶快动员来保存起来？用个保存哦，都提出哈，都200口上面央批上面分享公所都提报了叫做文化景观区，它变成是一种特定区域啦哈。那这个特定区域要怎么规范、怎么管，就变成很重要。3月份提出来，4月份经过讨论审议通过，5月份就正式公告池上万安老田区。我们看到那一大块哦，3月、4月、5月3个月之内就决定了这件事情，感觉上行政效率是出来了。不过产生什么影响呢？你看到哈，103年这些出来以后，到5月。很快了哈，公告以后就请了规划公司专业单位来好好的进行田调整理，进行民意的调查，做各种资料的爬出来，作为公告之后是不是将来要如何运作的计划的基底。到200口去年的时间呢，办了第1场的座谈会，哈，3个月很快通过。座谈会是在公告之后来办，居民不满
沟通不足，不受尊重。为什么你们会觉得不满？拢无甲我通知，也没有都不唔捌通知，我连即届嘛无通知。为什么呢？会甲我通知来？财产局甲我通知，因为我有做财产局的地，有做10外家己啊，所以财产局嘛是准伊做，这我无意见。那这位农民我的大哥，土地，我请教一下，如果当初有通知你来参加，你会去参加这个说明会吗？当然要啊，一定要去了解，对不对？最重要的事啊。所以你现在觉得说，你自己的田、你的财产，别人要怎么管理，却没有告诉你，你觉得这一点你很纳闷。对呀，我也不知道啊。好，我马上记者会再请教你，你先请坐。那这位大哥，现在的年轻人，他要做田，他没有他有农机，可是他没有那个仓库。要盖农舍，他没有办法的话，我问你。是不是乡公所还是各单位可以给我们换个农具？你为什么会说不能够盖农舍或盖相关的储存设施？他已经有说吗？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的话，你就是文化景观下去的话，他们决定是有一个限制的。所以我讲的话就是说，既然你说要用一个景观，没有关系，你可以把那个开发队的80甲看怎么去处理。我们无所谓，因为我们的地，我们私人的地，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自己。好，先谢谢这位大哥。整理一下乡亲了解意见，提起来讲，俺完全地都没有通知我，我身为农民，我却没有参与权，不晓得这个保存在设置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我的意见？提应该意见是讲，划设这个文化景观区以后，是不是变相的限制了我的财产，变相的限制了我农田委略改发展？问题马上请教我们的乡公所主秘来回应一下。设定文化景观区是在103年的5月30号设定的，但是我们后面104年文化部有一个法令，它是8月，它104年的8月才设立说要有举办一个公听会，所以那时候才有法源的限制，对所以之前就于法不就不管了。是，但是我知道林乡长也有办啊。那时候还没设立的时候，刚才陈先生的相片是已经设立，才有所谓的脚踏车业者，还有一些相关的业者才会出现。那这部分先谢谢你。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万安老田区，它当然过去没有这样一个正式名称，它就是一片没有视觉障碍的美丽稻田。好，那现在因为要防范这种观光客的过度泛滥，开始有这种节制的一种提出这种文资比较相对柔软的法令来做规范。款头哈，包括我们的新兴村民、万安村民，还有我们的景园村，今天在座的农民朋友们很多就是来自这3个村。看到这个红色的区块，就是我们设定了文化景观区的这个所在，总面积有多少呢？有175公顷。哇，现在的稻田都是算一坪一坪的啦，然后1分1分的，所以你要知道175公顷那是多大的面积，在现在的台湾高度发展的情况之下，是多难得可贵的一个耕作的面积。土地所有权人有306人，今天来了一部分，这306个人对于他们的稻田所在地，这是他们拥有的土地，是从祖辈留下来到目前还在耕作的土地，被划为文化景观区的正反意见是怎么样？我们刚刚就有来谈到了哈。我先把问题请教我们的文资科的科长。刚刚我农民大哥讲，没赛啊，你没搞到同低，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没有我的讨论跟同意的情况之下，画的这个红色虚线都被列进去，我的土地是不是就被你管理了？你是不是就是限制我将来的耕作，我还不得改变？是这样吗？他的担心有理吗？其实可能是现在的效果，就是说文化景观实在是这名词一出来的时候，效果太好了，观光客来了，造成大家有更高的知名度的时候，造成大家生产或是农耕各种方面的那个环境的冲击。对。那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有利就有弊的部分。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其实以后来讲的话，其实这部分来讲的话是可以逐渐讨论跟改进的。所以这个法设置下去，这个景观区设置下去，你可以对外控制那些游客的素质，对内会不会限制农民的耕作？不会，农地农用。农地农用。照原来的方式。照原来的方式。原来生活生产。嗯哼。文化景观哈，总共只有4个条文。这个条文来讲都是宣示概念的。这概念来讲的话是跟国际那个联合国。UNESCO 整个环境保护下面的整个那个国际的一个公约接轨的，我们只宣示概念，但是只有4个条文，没有1条法则，没有1条禁止事项。
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实物面来讲的话，还是要回到农业相关的法规去落实。所以这样说来，对农田的一些使用管理限制，农业法会是比较实质的法，那文资法会是比较柔软的。道德劝说的，我象征性的，那这样子，如果是发展起来，是希望说至少我象征哈，我让这游客你稍微节制一点，但是对内我们的农民都完全没有受到影响。透过样片，你在看哦，大家继续反对，继续崭新，很美，就大家讨论个空间，先看你看了解报道。自从北龙抬头见到的国务前，可能过去天球风都会柜台片的金房的建设，头摆伫菜地无几多年地，后来也落了。只不过广告速度分量过后，一年就业超过60万人次，比到2020年的风景保留下来。自从强工所就了也北周文化景观区。前年，时尚乡公所就向那个台东县政府登记哈。那目前呢，我们也透过一场一场的这个跟乡民的沟通说明让这个乡民对特定农业区跟文化景观区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什么区隔。板湾老田区文化景观正式公告过后，现在也当中牵涉到306个农民的权益。就算地方伫去年12月咧，办理体育场的地方草谈会，大家讲到严格比赛，起码唔上场就结束嘅。大家都认为第6个高层唔公开，有到农民就受权益会受到影响。我们只有靠我们农地啊，以后我们要小孩子说要盖的农舍在这里要生存的话，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盖啊。我们的地都在那边呢，2甲多地都在那边了。没有在务农的话，是不是土地我就会卖掉，给儿子去买一间房子？对，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延期一进入下去的话，那个价钱落差太多了。就像佢一生人都一直耕田落实的刘德亮阿伯讲，家田就係啲經常部署述好，做嚟講係千金化素材。另外，這家田實做文化景觀區有乜嘅改變，佢們係唐人講嘅。他們講說沒有什麼好，以後才給他本以孤天天的，我們要建農舍啊，都很麻煩啊。呢度這家田本年北做文化景觀區，有人望幾劇當不滿，有人唔知內容係乜嘅照片呢，沒有人希望盡到頭白用嘅，大家都認為係基本是鄉公所嘅交通唔啦。那這一點鄉公所要繼續以補破網的這個心情跟態度要跟農民來說明，讓這個農民跟鄉民不會有那個疑慮那我們希望說大家對這個議題能夠有共識要變成支持。條下馬鄉公所想要留下將嘅田橋建設保留下來，殺數到民眾嘅關言，所以文化景觀區對池上來講係好也係壞呢。觀光大陸嘅問題到底係好還係唔好呢？其實呢，在觀光之前，這裡是農田，所以事實上這裡是農業。我們在講觀光區或文化景觀區的保存，可能我們沒有辦法避免到為現談頭嘅係農地農用的問題。因為呢2-3年在這形象廣告推出之後，太帥太爆紅的情況之下，這樣一個將近200公頃的良田美地，變成了是土地交易炒作下的痙攣了嗎？你在看其實就跳過2-3年前兩片出嚟講總該無的時節啦，一甲地可能是幾百萬。你要20年內經過觀光經發展，你好動到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進來操作以後，這個市場的地價都要用喊的，一直追加。現在一甲地還沒有幾千萬。好，那我們發現到了，當地價開始呈現這樣子一個很像海市蜃樓一樣的高價位的時候，農民對於他們自己的土地，現在的耕作環境如果很友善，他種米是有的吃的，是純的樂趣的，誰會想要賣田賣地呢？如果是說他們種的環境不友善，然後沒有給他們很好有永續發展的可能，人家土地嘎死起來的，沒有辦法來做任何的變動，在他們的利潤上一定會直覺的受到委屈。那針對這個本來政府的美意要劃設文化景觀區來保存這樣珍貴的地景生態，就形成了一種其實是很冤枉的一種阻力。
问题我先请教我们农业科的科长。农业科在农地农用上要尽心尽力。现在本来农业特定区就有很多的规范来保存它的生产，可是现在观光的关系，这边地价炒得一团乱啊，入口的好几个地方早都已经被插旗了，土地已经交易经过2-3手了，了解论雄，了解问题，你们能够做回应吗？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农舍现在在全台湾很多的地方，农舍已经是商品化，那农地其实都没有在做农业的使用，那其实就违背了这个农舍当初兴建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理念。那农舍其实就是为了要农民实际耕作的农民，他从事农业经营有需要，才来去做这个提供农民做居住来使用。但是我要问一下说，现在文化景观区盖在你们农业特定区之上，对农民来讲，这个将来的农地土地的交易状况会有一些改变吗？或者是你们的主管机关的立场，怎么样来鼓励让农民的农田可以永续耕作，对他们创造好的环境呢？首先我可能要先说明一下，因为现在农地是私有的，那其实农民的交易是没有被限制的。好，先谢谢科长。科长初步的回应哦，是讲到那个天丘动进过的留下来，不过了台体困局的政府方面对农业的永续生产，可能可以真正做到的正面的提升，还有个观察啦哈。问题应该先为请问大家采提改向前哈，当到了偏家讲总了偏家还讲总伊小台个，应该做得先请问么哈？其实你的天丘也多了解文化景观保护区地图啦哈。你这个用讲做滚声音，看到了个土地炒来炒去，卖来卖去啦哈，你的心会痛么呢？给你的土地吼，经过你的操作了，几下土地的成本吼，跟一直成长，就是说，他有些的农户吼，他是跟人家承租农地，所以他现在的承租的成本一直被垫高，租金都变高了啦。因为经过转手之后，因为他取得农地的成本垫高了，所以他在租给人家的时候，他就要求涨租金。所以现在的农民实际耕作的农民，他的租金都比以前高了。那这样大环境对耕作来讲没有很友善。对，没有错，尤其是整个的谷价跟米价，它的差距应该反映回来照顾农民的部分，没有确实的。落实回归到农民的身上。那夏大哥，我再请教一下，观光带来的人潮，观光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根植于这片美丽的稻田景观。可是这个观光利益有回馈到我们的农民吗？太少了哈，这比例太少，因为这个股价只差距100块钱一包谷子，1万一甲地一季只差1万块。那个跟这个整个地方的发展所带来的那种商机，那个7亿元的那种商机，回馈到实际我们这些农民的身上太少了，比例太少了哈。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现场的地主跟农民的支持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啦。好，今天我们的规划公司是专业单位哈，执行长郭小姐，郭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我请教一下，在调查报告里面，我们知道说，差不多2成的民众有去参与沟通说明会，将近5成的民众不同意他们的田区划入这个文化景观区。但是有8成的民众愿意接下来继续参加后续的相关沟通说明会。你觉得这个田调的比例反映到的是一个农民，他们其实不是简单的反对或赞成景观区之间，而是事实上生活如果能够都顾得好，他的经营的企业是有希望的。那这样文化景观区也好，或农业保护区也好，是整个内容是扎实的混在一起，大家只要能够好好生活，就不会那么抗拒反对。那我这边代表东台湾研究会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在去年104年的5月，我们开始承接这个研究规划案。对。那其实就是希望站在跟大家一样的立场上，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地方，所以清楚知道，不管是农民也好，或者是地方现在发生的这些问题跟现象。那所以回到文化景观这件事情的这个划设，为什么我们后来现阶段目前建议不要划设保存区哦？因为保存区一旦划设，会是更直接的限制。那我们希望，其实在现在，就像刚刚这个县政府这个文化处科长所说明的，
文化景观是一个理念，是一个概念，它只有4个条文，它没有实质的后续的一些限制规范。也就是说，在现在台湾的这个文资法里面，对古迹有很完整的这些规范，从登录到这后面的修复等等。对。但是其实古迹、历史建筑都有比较严谨的规范，可是对文化景观，它其实是还没有后续更完整的一些配套措施。对啊，因为它又不是单点那个建筑物那么好处理。对，每一个地方的文化景观都很不一样。你说花莲的这个富里、吉哈拉爱也有稻田的文化景观，可是范围那个里头的那个复杂度都跟我们池上很不一样。你说中心新村也是文化景观，你说宜兰的水圳也是文化景观，每一个地方的文化景观形式样貌都不一样。是，所以执行长，所以文化景观区跟保存区是2个不同楼层的概念哈。对，保存区的限制就比较严哦，就是你们会担心的那个状况，可是现在不是保存区。好，先谢谢郭执行长，第二我后续还继续请教你哈。你有现前有看，要不跟我继续准备讨论哈？斗台这个设跟没设之间，它的差别都哪一位？设了之后可以怎么做？还是说不设之后又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回答要不跟我准备。非常相信朋友其实全都在关心讨论到起送吼，斗台了解按照万安老田区的文化景观起哦，斗台对两片彩蝶地面是好，也是讲未来会受到限制哈。那问题我先开放给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示哈，新兴村、万安村跟景园村3个村哈，是这一次的土地关系的利益关系很近的人呐哈，村长都会来到现场。我先请教我们的新兴村的村长，你就并不是反对设立文化景观保护区，你们也很希望这个好山好水可以永续长存，你们不是反对设立，可是除了说刚刚前面谈到的说沟通希望再更有诚意一点之外，还有第2件事情是说这个配套具体的措施你们都不知道，也没有看到相关的细项，所以配套措施很重要，是不是？第一个，从交通面的问题来看，今天以往我们那些道路是由我们的农用机具以及我们乡民的一个村与村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道路，但是现在呢，整个交通这个自行车占道、停车问题，整个把我们要通行的路权都被占用掉了。它所以设的文化景观保护区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啊？你不相信？但是现在就是脚踏车啊，它内部也没有设置脚踏车停放区啊。所以这个我也这个壳没看到里面要怎么管？这个我也一直在提的一个问题。好的。好，第二个问题是稻田的破坏、田埂、垃圾的问题。今天刚刚我们农民也提到了，他每天到田里看到一堆垃圾，他在种田，他的心情、他的感受会怎么样？绝对一定是谩骂嘛。然后这一些部分，我们在整个规划里面有没有帮他们把它纳入？未来好，你们农田种在那里。然后你们在针对整个公共的一个危害的部分，我们公部门要怎么来处理？这个我想，这个我们一再在提。第3个，事实上农民他们很担心的，整个一个文化一个规划之后呢，我们为什么把它文化景观？我们最主要是要如何去保护嘛？对。为什么要去保存嘛？对。当然，你一保存，一定会有所限制的。这农民很清楚的。你们是不是内部有讨论过？好嘛，如果真的这么有心要保护，那来以地易地嘛。当然，以地易地，这个都是讨论的议题，这都是可讨论的。好，或者是说，好像当初有提到的，好，在175甲里面，我们保证这个稻米的收购价格，但是呢，提出老实讲了，有几家米商他愿意承受这个。景园村的村长也在座，村长，我有问过，因为那时候记得有2个学者还是1个学者来，我有问过他说，将来我们盖房子还有盖农舍的部分怎么处理？对，他就说没有这个问题啦，就像刚讲的科长他们都讲的是没有这个问题，只是说就不担心啦，就有那个什么，然后道德劝说之类的问题而已啦。所以说我是认为这个问题一样啦，跟新兴村长一样，我们要去怎么管理它，后续的部分将来设置了。对我们农民能够有好处哦，无我常常讲，谁跟人无放起晒伫阮兜，总是牺牲农民来处理啊，安尼。好，先去感谢村长。如果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不会有人要反对设文化景观区，因为它是个利益良善的美好的政策。用保价收购
稳定粮价，让他们辛苦种的米可以有稳定的销路，得到好的利润来保障他们。大家一样生活没烦恼的情况之下，不会反对这个。保证收购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牵扯到市场机制，还有米厂的意愿度。但是我们现在周边的脚踏车进行业者，他们现在成立一个协会，有里面提供的资金50%是要补助175公顷内的农民的一个补助金。你说他们所得利润50%一半？不是，他们，我们有一个规范，就是他每个月每一台脚踏车会，我们自治工业里面，就是他每一台脚踏车是要提供30块的，30块的公益金。对。他们自己协会里面的理事长、总干事、会计，他们3个人共同在农会存一个户头。里面基金要做什么的？是，全部有27家的脚踏车业者，我们吃上。那这个基金是里面的50%是要补助于农民，这个175公顷里面的农民。另外的5%，他们农民什么东西啊？就他补助金，他们依他们的土地面积去里面的50去补助他们。你是说等于发放现金给这些农民吗？是。我们自行车协会的总干事对吗？总干事也来到现场，总干事。先告诉我们一下，你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刚刚主任讲的那个吗？那我们就是目前就是配合乡公所对我们业者所要求的，那我们就是尽力。是乡公所要求你们，然后来鼓动你们这样。因为我们业者在周边设置这个停车，还有那个租车业，让一些农民也是真的是不方便啦。是。所以公所希望我们业者配合农民，然后配合公所，共创美好的未来，这样。所以其实你们也无私啦，你们也想说要可以共存共荣啦，哈。所以这个机制已经建立成熟了吗？你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吗？初步已经开始了。所以全部的业者都有加入，都几乎都同意了。好，谢谢总干事。总干事今天很有诚意，也跟会长一起来到这边。那我时间交给我们农民。你对糖度安样讲？大部分你还上班有慢性咯。那个生产投入啊，天龙是生产投入啊。是生产投入哦。对。为什么可以给我画红线？第一点，他给我答复。第二点，他们是每一个站的闸口的控制把它控制住了。我车子像我太太身体不好嘛，从关山回来医院，他每一辆都是要把它管制，这样不行了。这样不行。对了，我行的权利嘛。第二住的权利。好，我讲一个第二住的权利。你讲。污染、噪音都把我们都搞得乱掉了。本来是安宁的生活的地方、休养的地方。好，目前造成的就是说，已经有至少交通、垃圾跟破坏稻田这些是已经是对农民损益的方面的。对，像之前去年稻浪几千人下去人家要割稻子了。都会破坏，实际的利益，农民现在都完全都没有看到。第二，如果这些能够商议出来，我想农民会比较容易接受。那问题细项，我可不可以先请教我们的执行长哈？其实你在你研究的那么多个案，在做设文化景观保护村区，要把它设立起来，真的我们不可避免，就是要对利益关系者受到影响的，给予直接补偿，或者是奖励，或者是保障。这个好像是。也得谈的，然后也没有那么害羞，就是要谈。那你看到在这个个案里面，好像刚刚农民都反映到，我真的没有看到什么，他没有看到实质。这部分如果能够达到一定的讨论，会不会这个案子容易接受度就高了？我们也跟大家一样担心，划设保存区之后，所有的事情变成僵局，而且中央的母法还没有细致的配套措施可以支持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要大家持续的做沟通，而我们建议是用一个地方的池上老田自治条例的这个方案来做这个配套，现阶段的配套，我们大概等不及中央的母法了哈，但是我们地方大家可以先共同起来，不管是乡长、村长、地方的农民。这个各界的代表，我们来成立一个文化景观的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就可以来拟定相关的这个办法，针对农民的权益如何补偿。现在公所有这样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所谓的回馈机制，那这个回馈的分配，这个是个议题。怎么分配，然后怎么管理？其实文化景观的产生是因为
当时候林乡长利益良善，为了想要解决问题、维护环境，可是观光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透过文化景观解决，这个是现在最大的断裂跟矛盾。所以我们也希望文化景观还是可以有一些牵动其他法令，比如说牵动这个自治条例的引用，牵动公约，我们设立这个管理委员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主的这个机制，大家来讨论我们如何共同因应文化景观设立之后相关的问题，同时解决观光所带来的这个部分的困境。感谢执行长，今天不要只关注在这个点，横向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来做，会做得很好。执行长讲到2个层次哈，我先把它分开来讨论。一个层次是讲这种短期的补偿工作，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哈。我们农民怎么样让他有看到实际的保障？先让农民对我们在地的相关的主管机关产生信任感，这个案子会顺利得多。第2个层次是讲这件事情做文化景观保存区啊，不能从上面往下面走。我上面一直命令要你做，那会得到一些反弹。要从下面往上走，大家是凝聚成内部共识，这个事情做起来。做的可长可久了。第一个问题，我先请教我们前乡长了哈。那告诉我们说，其实刚刚乡亲提到这个，在你过去任内接触到，包括农会也好咯，粮商也好咯，哈，还有整个产销池上米的现在品牌也是响叮当啊。如果池上品牌做得好，我们米都是卖高价，不用烦恼生活无忧无虑嘛。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回应一下？池上伯朗大道从农村到爆红，我就非常反对我们的媒体跟记者用爆红2个字。池上有多少的努力血汗，熊在前辈家哈，是拢伫家努力，它是经过几十年，百姓在这样耕种，农委会、农改场给了很好的品种在池上努力，大家做出掉真正139的好价的米，然后有600-700家池上便当，造成全国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知名度。这么深的内涵没看到，只看到形象广告，所以这不对。不对，好。那我先讲，就这么样，必须要更正一下。好的。那这个有历史上整个的延续的一个严格，好，这第一点。第2点，然后在我们公部门，我们在91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提出必须要把池上米要做87年、88年，我那时候提出来产地认证。产地认证。那91年的时候，经过2-3年，那个时候整个的一个认证制度，包括世界上整个的智慧财产都非常的确如啦。所以在91年的时候才真正的核定，我们池上经过2年哦，定自治条例哦，大家农民非常辛苦，按照你的生产履历，那个经过2年的沟通，整个把池上再推向一个阶段。那这样在农会、在公所哈，在这个粮商在收购这个部分，你们讨论得出来的结果是可以的吗？现在就是米商要拿出良心嘛。第1点，米商要拿出良心，呼吁大家哈，米商要提出良心，这第1点。第2点，乡公所必须要除了委员会大家做沟通之外，成立一个基金会，真正的法治上的基金会。公所里面是一个当然的一个成员，是啊，重点由公所提拨至少300-500万。然后由大米厂、观光饭店、池上所有这些饭店，大家边际效应都有，不是只有脚踏车业者嘛？是，这个才是重点。谢谢你，乡长。乡长跟我们执行长的意见不谋而合啦。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单一个组织的力量哈，这个各部会一定要做横向的串联。那中央我也请教一下，我们黄坚庭县长说了哈，要用产业，要用发展来带领文化，否则就只讲文化，讲到后面就变空谈，因为我没有实质生活上的利益。其实这个点出来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地方上的人士，你必须要认真去面对自主，去发掘根本的核心的问题，在于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财富重分配跟公平正义的回馈机制要建立起来。你认为是在地方了哈，地方的这是地方对。那县府第2件事情哈，请我再补充一点哈，各位请也不要忽视掉，文化是可以带来资产的，文化资产是一个未来以及看得到永续经营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基，全台湾找不到这池上这样一个地景。好，先谢谢科长呼吁，文化是有资产有利可图的。唐农应该为乡亲意见，大哥们。那个民国104年3月、4月的时候，我广告出去卖掉，因为我孩子都不在台湾，在台北，不在台北，没有办法跟做。我已经80多岁了，所以我已经
花枝要买出去广告出去了。后来宜兰的跟台北的、台中的3个人来，花给我出多少？1800万的。一甲地1800万。2个2000万的，好来写，我们来写约。后来这个广报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就打电话来，你们的地不能起房子，也不能做什么，不买了。对不起，我不要了。就收手了。所以我这个孩子得等这个钱，要做事业，后来现在没有人买。我们听到这边的乡亲反映到对未来比较悲观的，我们看到从这边现场的表现上是年纪比较大的，他们无力耕作的时候，然后对于什么品牌的研发啦，或者创造一些其他的利多，显然力不从心。那孩子要来接，那还要再看第二。就是跟亲子之间的沟通。那乡亲们大概主要反映到的就是说，我无力耕作的时候，我又没有利可图的时候，你如果用法规限制，我这个田不能动，我就真的是用嘎杀了哈。不过刚刚乡亲有先反映啦，就是说我这个地价受到抑制哈，是不是文化景观区？目前刚刚上面承接上面的讨论，应该是没有这个直接关系啦。然后执行长摇头，其实不是因为景观区而造成地价，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通况啦，一个主要的现况。谈到这边，我们喘口气，来想想哈，因为刚刚大哥们也有提点到，透过由下而上的力量，如果我们内部的共识是有的，农民之间互相协助，相关的农会、公所还有粮商等等的相关的单位、水利什么系统那一类的哈，大家共同来做，一起冲高我们的产值，一起在这个地方是开掘成是一个流着牛奶与蜜的宝土的时候。他们就不用烦我年纪大了，我地不能耕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咯，自我充实的那个可行性是在的吗？我们能够怎么做？目前来讲，我们池上3个村的现在的共识怎么样？透过下不该养片，你个继续来讨论。北龙太头现在每年都有管制，也行下欧用行的无就其适当查起，才看得到天气的风景。故所持续19年討好，而那嘢就看得到溝通式的企業韓國寬辦，也都係市場產業者我用嚟造成利益。然後落嘢未錯得到錢，故所部分業者對在文化景觀區都已支持。農民反彈哦，他是錯的了，生意人他是講對的，有錢好賺啊，農民嘅土地唔會起價。另外，每個月現正愛保護菜地嘅風景。故所對在文化景觀係持續一歡喜。文化景觀區是一個不錯的做法，至少它保留住了當地的農業。那它等於是所謂的，我們把發展跟當地的一個傳統做一個結合。就算地方方有兩種意見，不過大家對文化景觀嘅意義和個做法，其實都唔係一清楚。呢種嘅歷史公共利，是不是講我向公所那邊佢不要佢講清楚來？我漢白人都用嚟配合啲，漢白也我用我們要節制我們這樣，我講不清楚啦，因為你一特首都冇講清楚。面對地方方嘅省，除太市場向公所當地嘅研究配套措施，地方嘅居民和工業者沒有想法。這區塊裡面的地價一定相對是跌的嘛，那要怎麼去補貼這跌的？跟外圍的這個價差，讓農民覺得種稻子跟種油菜花給遊客看的時候很高興，那這個就考驗這個公部門的一個智慧了嘛。補貼農民係其中一個做法，另外長期用有機米來做沙期營造嘅灣岸沙期發展協會係建議，未來做得推出北龍太頭嘅米品牌，安尼就直接天助為到農民。如果說農民不走出自己的路，他會被就是困住這樣子。那其實我們最希望是透過就是農民有的自產自銷，然後能夠使台灣就是池上的股價有下一波的就是新的契機。也下基建設立文化景觀區，運用嘅整合各方嘅意見，順勢來推行。唔但淨係公部門嘅投入，更加係大家池上居民都會跳下嚟參加嘅。好，
都样片甲讨论安尼继续咱续下落吼。其实向请台体群起咧对了解啥文化景观起，是讲做得好好保护，记着线上个关系也蛮好啊。毋过咧，也是一个配套，韩国呢对了解未来个规划，係咪有内容，係咪限制个部分会讲得清清楚楚，大家完全没有疑虑，那都变成重点。第二，又向请提出来的问题，我先整理2个，在进行讨论文化景观的这个未来的展望之前，先请我们相关单位来做明确的回复。主秘，刚刚我们大哥讲了，我这是生产的田区，可是现在变成的是交通观光道路，画上红线。红线、白线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对他们的生活的生产影响有多大？台高很唔系哟。了解问题，先抢一走回应。画红线这个部分，是因为就是车辆它进出从新兴下路入口到天堂路或者是博朗大道这个路口过去，它画红线的部分就是不给它临停，就是只可以通过而已。这本意是这样子。那农忙时期的话，都会派一些指挥人员、交管人员去帮忙指挥交管。那一旦画了红线，他们的农机具就不能停了。啊，他们都是在田间作业啦。啊，如果说他们洗车，好，来那个台哥，你讲。你画了红线，我要工作，我是要开我的这个工作的机具车。机器车。我放在那里，我下田工作。里面来游玩的人不小心碰上了，你撞伤了，是我们倒霉。我请示到那个警员哦，他说这个你自己衰啦。这个问题我们公所会再召开一次内部的一个检讨会议，来看以后的那个地方红线的释除。那农业处的寇总，我也请教一下。其实我们政府都口口声声说农地是宝贝，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不过的实际上，农民却对我耕作农田的时候没有保障我的这个友善耕作环境，在我要利用它的时候，却给我层层限制，我好难呐。那普分是不是在文化景观之前也能够先回应我们的乡亲？在文资法这边还没有适用的情况之下，其实农地它其实就是回归到农业发展条例相关的法规。那其实，在特定农业区，它其实是没有规定不能够新建农舍的。那要经过申请跟要经过审查，对，审查对，这些审查的步骤程序都是一致的，所以其实并没有去剥夺我们实际有在耕作农民的这些权益。谢谢科长。我们照专业规划公司的田调报告，3个主要的社区里面，万安村同意划设文化景观区，并且陆力保护、凝聚共识来做的这样的比例是最高的。次之是景园村，新兴村是第3个。所以从居民、农民的反对赞成比我们看到是万安区比较友善、乐意接受这个文化景观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是在这几十年来，我们万安社区就在此上带头做社区营造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社区营造这样的概念，虽然都退行的用20-30年嘞，不过我们实际这样子看下来，好几场村民大会开下来，大概有80%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社区营造，也没有实际的感受，只有20%的人认为社区营造是对地方发展有直接好处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回到文化景观区，真的要能够彻彻底底的做得好。社区营造的概念是不是要先做起来？大家都有共荣感，那才有得谈，是不是？安妞，校台公应该先抢问。这个文化景观区，其实它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区域里面，现在已经讨论到要成立一个所谓的协会啊，自治委员会。其实，假如以这个叫做产销班这种的概念来讲的时候，其实这个区域就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一个产销班。然后来针对外面这么多的1年60万的观光客来这里朝圣，然后呢，他对这里的农民的努力，他产生认同感，而实质的来认购来吃上米，然后就直接的来照顾我们这些农民，这是最直接最实际。感谢校台给我技术讲到哈，这里现场有年轻朋友，我请来听听年轻朋友的意见哈。你看到的，在我们池上这一块，是只能靠老农卖地来维持生活，还是大家应该有一个重新的思维，大家整理起来、团结起来，把我们的品牌做出来，大家都有
好的利益分配。你也捆翻呢？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就想啊，就是说好，既然这边被划为就是说景观保护区，那我就觉得说这边的米呢，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特色之后呢，然后它走的通路其实是不一样的。好，那其实我们这样，台东这几年的观光发展，各位，你们这边产出来的米，好，可不可以跟县府这边的，就是说那个热气球活动做结合？可不可以？这是可以思考的部分。然后再过来，长荣航空。因为这片的关系，就是广告推出去了。好，那你们的米是不是也可以走这一块？为什么现在长荣航空没有跟各位收购你们的米？就是因为你们目前没有一个协会，没有一个对口，所以变成说长荣航空他们必须要跟农会或者是大米厂收购米。为什么？因为这是公司嘛。公司它必须要确定这个东西是真的很货真价实的东西。那今天如果说我们这一个田区里面的，我们自己是一个协会，我们有一个窗口，甚至到未来呢，我们甚至是一个米厂呢，自己协会的一个米厂，那我们在讲的这个愿景是不是就是真的可以呈现？因为我在那个197县道上，那如果游览车这样子一辆一辆的来。那除了噪音是一个问题之外，那个会车2辆游览车会车那个安全问题也是蛮严重的。那我是想说，如果要解决这个交通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在197的沿线，可能往197的外围往大坡池那边，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公有的停车场？那我们脚踏车是不是也可以统一进驻、统一管理？那是不是会解决很多这边的交通问题，然后噪音的问题？那就让他们可能用步行的方法，或者是只用骑脚踏车进来，那是不是也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危险，交通的危险？那我们是不是在入口沿线的地方，能够让农民设立他们的农民市集，让他们直接跟消费者面对面接触，可能有做自产自销的品牌的，也可以都拿到当地来摆，是不是也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那让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也能有另外一份收入，这样子。就是阿伯阿姆也有好处。对，不要说都只有商人在做生意这样子。那年轻朋友会希望你刚刚讲的那些比较周延的一些配套，可以落实在文化景观区，政府应该做的、该去规划的嘛？你会希望这个期待吗？当然希望啊，因为这种东西还是可能要，比如说要找一块地，那可能就是要政府来帮忙找会比较有利啦。因为你自己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当然也是要靠社区跟那个政府一起配合这样子。好，谢谢。这么柔软的一个法哈，那到底这个地方县市政府公所他们的那个执行的强度可以到哪里哈？这值得讨论。好，这是最后一次开放现场，还有其他朋友任何其他意见都可以再表达。我们先开放给还没有讲过话的人。长在地球上这样的一个农田景观是属于大家的。希望我们游客不要说我们农民怎么样，那个大家在中庸之道里面呢大家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文化景观，让我们的垃圾不落地，那造成大家的双赢这样子。这样客人比较能够接受这样子。好，那我们农民呢也是非常可爱都会跟我们的游客来宾来打声招呼，大家好大家欢迎来这里有没有希望大家能够和和气气呢，大家都能够生财。好大家能够平安健康，谢谢各位。哎呀，好和气的大哥其实大家好来好去该有几口村长。事实上，整个这个文化景观园区，老实讲农民的反对声好像没有那么大。这样子。老实讲，我说真的，事实上有跟我陈情的，但是我跟他稍微解释之后，重点是他们不了解，所以说由下往上听他们的声音，把他们的需求，我们今天不要把它全部都是放在获利。但是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保障，所以说由下往上的一个地方自治公约与条例，我们要如何来拟定？我想这个一定要让到大多数的地主来参与，而不是只有一些民宿业者、自行车业者，因为毕竟他们的公允性绝对不是那么的恰当。谢谢村长。谢谢。共普们该走翻这个做事的方法显然要改新。好，最后时间，钱乡长。那我们就请来宾来做回应总结。谢谢我在这个地方，我想呼吁一下当然由公部门来做呼吁，对游客对我们这个土地的一个喜爱，跟他的一个维护，这个最重要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要呼吁，也必须要配合我们刚才科长所讲的资产文化资产，它绝对是真正的资产，未来它绝对会让我们永续，不只是让我们这个土地它有价格。
让我们的稻米所生产出来，它绝对是能够再创一波。主秘先回应这个他们权益的保障跟这个部分。自治会或者是我们农民的，他要成立的一个农民一个协会哈，这个到时候可以来公所，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因为这个还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之前还没提。那你们愿意帮，也会想办法去找方法来协助他们。可以。那最后的问题，请教我们家无资科的科长哈，相亲反映的持续性的沟通，请持续性的沟通。我们今天有这个场合来讲，其实也是持续沟通的过程，但是沟通也不会因为这一场而结束。因为今天我们因为文化景观带来的荣景，带来的经济，带来商机，可是也带来的话题。这引出这个话题，让大家有话好说，这件事是一件好事情。我想这件事情来讲，会在公部门发生效益，而公部门也会倾听在地社团组织还有农民每一个人的利益的问题，来充分的考量，给一点时间，让大家更有智慧，大家一起来共同解决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好。你下做的家庭吼，系关系未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跟以后未来的发展是联动的，不是大家一时计划说好啦，那干脆都不要设，打回原形啦，或者是我们就来设，那但是接下来设了以后内容是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了解讨论，根本跟出面台会对了解讲，唔系单枪一白啦吼。如果大家像在课程讲的，你就会讨论到冠凤自建改、相辅自建改、寸种也好，农民朋友也好，大家一白有一白嘅讨论吼。希望了解部分做得保障，你个未来系做得永续发展，而且是有利可图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日嘅村民大会，再会。